今年我幫你寫嘅對聯咧，包你虎目逢春，發個豬頭啊！咁犀利，讀嚟聽下。發癲發安發老姣，橫街橫巷發橫財，掂啊你！聽你個頭！發癲發旺，哇！之前冇啊，橫街橫巷，橫死街頭啊！冇文化真可怕，相聯係話你臨老入花叢，換發第二春；下聯係話你去到邊都發橫財啊！咦，定過多字喎！嗱，俾2蚊雞買華仔啦，係咁多啦，拜拜。2蚊雞你就想打發我？你當我 Lulu 啊？哎，等等，咩事啊？啱先咧漏咗個橫聯啊，唔記得數俾你啊！嗱。發價嚟喎，你個死仔包啊！係我唔係，人哋翻嚟過年就紅光滿面，你翻嚟過年就出入都大頭盔，你真係經典啊！就係咯，都唔知佢想點。過年冇錢，唔想俾啲同學朋友應到，咁就會冇面。精神仔，食嘢啦！唉，大家都唔容易，不如咁樣啦，呢餐飯大家埋單，我哋 AA 制啦。唔好，我俾你哋折多，俾我碰個俾你得唔得？即係點？我寫3張紙，入邊有1張寫住埋單，另外2張空白嘅。邊個抽到有字嘅張就邊個埋單。你抽先。你做乜嘢啊？我抽先睇唔睇都冇所謂噶。如果你哋2張都係冇知嘅話，咁樣我埋單咯。到你啦。誒，剩低你，快啲去！對，快啲開！捉蟲添。老細，嗰件衫幾錢啊800。咁貴㗎？過年啦嘛，肯定要掠翻筆噶啦。唔係，過年啦嘛，肯定要升翻啲價噶啦，係嘛？便宜得唔得啊？唉，睇你咁靚女，打個9.5折俾你啦。唔好講咁多啦，9.1折得唔得？算啦，攞件啦。嗱，100蚊走我20啦。什麼情況啊？800蚊啊，9.1折你都未俾夠錢我啦，仲要我找20。而家幾點啊？9點咯。啱啦，9點鐘1折，80蚊走我20，冇錯啊。咁都得？不過咧我冇散紙找喎。不如咁樣啦，嗱，俾多件你啦，唔使找。哎呦我的媽！咦？星期6一早去邊啊？上班啊。年都未過完，工作上班咯。唉，人哋過年就餐餐食海鮮，我就連條死魚都冇得煎。人哋就日日新衫新褲，我就日日都着實嗰件衫嗰條褲。人哋就帶條女通街通巷走，我就一個人戇鳩鳩坐喺屋門口。揸小車嗰啲兄弟咧，年紀比我仲要細，而我仲揸住我老豆部家玲仔。過年呢幾日真係好閉翳，早啲翻去上班，冇眼睇。過年有得食有得住，身體一定要穩住。如果巔峰留不住，不如翻廠包食包住。懷自信，我永不怕夜航，都困倦我自彈自唱。小家大家年初一揸住華仔好睇得。如意勝意年初二，荷花聚首好得意。金山銀山年初3，一枝芙蓉嘴邊燈。喜氣運氣年初4，出入仲有包世紀。15、25年初5，樓主搖開到中午。福祿官祿年初6，見得到1906。人也好也年初7，褲袋留翻包軟吉。你發我發年初8，上班留翻耶穌啦。意頭笑頭年初9，好快你就摘煙頭。哎呦我的媽！慈惠高愛慈高歲，迎嚟新歡迎新春，奮鬥銀紙方是福。溝多啲女對門屋，生意興隆唔使褲穿窿。財源滾滾黑晒靚女運。無出興旺日日煲涼湯。丁財兩旺猛猛灑天光。豬肉牛肉餐餐大魚大肉。金吉年吉年年撈乜都得。換齊就手揸兩妻豬羊柳。步步高升娶老婆添新丁。日睇一睇一日嫁女仔。還睇掂睇一世唔憂米。後生有靚女
主動去約水，高大又靚仔，大把銀紙使，新的一年祝大家飲翻兩杯，身體好，打翻兩晚財神到，恭喜恭喜！二叔婆，新年好啊！祝你添丁發財，早生貴子。亂咁講嘢，老婆生豬啊！唔好理佢啦，我嚟同你拜年啊，都係新年祝福一句啫，係嘛？嗱，呢度有隻雞啊，送俾你吓。哇，識得你咁耐，最靚仔經日，多謝晒喎！嗱，俾個紅包你。多謝晒二叔婆，祝你六畜興旺。今晚湯雞同二叔公燭光晚餐，哈哈哈哈！啊，又俾個衰仔困咗。呢餐飽咯，藍色，菜，得個吉。服務員埋單，唔該288啊，請問邊位埋單呢？我嚟。我嚟，哎呀，我嚟，係，坐嚟，冇爭啦，普通嚟話師，諗都諗到我爭不切 fit 啦，係嘛？嗱，不如咁樣啦，我哋用呢碟花生咧嚟玩個遊戲，邊個輸咗邊個埋單。好啊，呢個好玩啊！我哋攞呢碟花生嚟埋單箱，我埋箱，我埋單。仲望乜嘢啊？佢埋單啊！唔該288啊。在你哋廣東，我呢啲卡數嘅女人係唔係都做靚女啊？都可以，咩嘢都可以啊，唔通有其他叫法？冇錯。咁1年後啲可以點叫啊？學生妹、 00後、小姐姐、 90後、少婦、 80後、靚姐、 70後、夫乸、咁我嗰啲60後咧，老牛，唔要呢個，換呢個俾我，淨係俾你係姣婆，哪裡不舒服啊？發燒，來，拿你手給我把把脈。幸虧你來得及時。不是吧？我女此點會怎樣啊？如果你來晚5分鐘，我就下班了。你有沒有事實啊？沒有，我只有一張護士。我問你幾歲？我一般12點歲。我問你多少歲？我單身的一個人歲。發燒今天幾度？今天15度。我問你發燒有多高啊？1.72米。哎呀，我是問你發燒發到有多少度啊？我要是知道有多少度，我來找你幹嘛？來看個病還要盲生教，幾個人睡，搞得好像跟你相親似的，我不看了。